高雄的高山区有一间国小呢，是发生这肠仔病毒群聚的案例，目前已经有5个班级、10个学生囡仔，那像是去喂着这肠仔病毒，传出就是有指标个案的，这学生是喂着肠仔病毒了后，要是照常去学校上课，而且伊的家长咧接受调查的时阵无老实讲，所以市政府是决议裁罚家长12万，也那校方也决议这班级呢，在1月21到23这当中是改做是线顶上课。 期末考考了啊，高雄阁有3天的春节补课，学生爱去学校上课。只是高雄一个私立国小煞爆发群聚感染，到19下晡5点，全校有5个班，计共15位学生诊断出疑似肠病毒。阁有学校的家长指控群聚感染的原因是有一对姐弟仔确诊阁去学校上课，阿姊的手、生杯仔，阁讲迄是过敏，致使伊4边的同学陆续确诊肠病毒，连期末考拢受到影响。 学校要求他们把孩子带回家的时候，爸爸还跟老师说，他们真的以为只是过敏，只是湿疹。调查结果出来证实，爸爸是知情但是说谎的。预防肠病毒，学校宣导囡仔接洗手，若是确诊要通报的机制。除了国小有肠病毒的群聚感染，全高雄市的幼稚园也超过10个班通报停班停课。 就因为幼稚园嘛大班，所以它就是变成学校是强迫停课这样。市府表示，目前高雄市肠病毒的疫情甲全国相像，拢伫季度流行期。目前有关是上规的防疫标准，这届群聚感染主要是有指标个案的家长伫疫调过程当中涉嫌暗砍，决定罚家长12万。学校的通报上面呢，根据我们的掌握是没有延迟的现象。那家长在1月15号的时候。 那也没有具体的去描述，诚实的去表达说他在就医当中，其实在医师的诊断跟处置上面就已经是疑似肠病毒或是肠病毒的一个症状。群聚感染的确诊个案经过市府追踪，拢属于轻症，只是因为指标个案的班级有新增加确诊，班级的结业甲1月21、1月23的春节补课拢改做线顶上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